馬太福音27章57至61節。到咗夜晚，有個財主，佢叫做約瑟，係喺亞利馬太嚟嘅，佢亦都係耶穌嘅門徒。呢個人去見比拉多，要求攞走耶穌嘅遺體。比拉多就下令俾佢。約瑟攞咗遺體，用乾淨嘅細麻布包好，安放喺自己新嘅墳墓裏面，即係佢喺磐石嗰度鑿嘅。佢又將大石碌到去墓嘅門口，之後就走咗。有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另外嗰個瑪利亞對住墳墓坐咗喺度。小朋友，考考你啊！從頭先嘅經文裏邊，你發現約翰係一個點樣嘅人呢？身份顯赫嘅財主約翰喺耶穌死咗之後，佢唔單止冇離耶穌而去，反而走去同比拉多要求要耶穌嘅身體，令佢同耶穌嘅關係曝咗光啊！咁唔係好傻咩？畢竟因為群情洶湧，耶穌先啱啱俾人釘十字架受死噶。但係約瑟冇記掛自己嘅名聲，佢只係好想好好安葬耶穌。其實喺第一個受難節所發生嘅所有事，早就喺神嘅手裏邊啊！以賽亞書53章第9節嗰度咁樣預言：誰知死嘅時候與財主同葬。呢位財主約瑟亦都喺復活節嘅計劃裏面啊！耶穌嘅死冇將佢嚇怕，更加叫佢勇敢出嚟承擔添啊！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你有冇遇過一啲挑戰使你卻步，卻最終靠耶穌跨過呢？分享完之後，可以一齊禱告：主耶穌，求你喺我面對挑戰、衝擊同埋引誘，叫我離開你嘅時候，讓我睇見你嘅心意，賜我勇氣去承擔同埋突破。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禁戒練習，學習忍耐和控制自己。不如今日我哋聽聽導師分享佢哋嘅練習啦。各位小朋友，你哋好啊！我係嘉莉姨姨啊。我知道咧，小朋友你哋咧喺預苦期裏面將會咧進行咧一個小操練喎。你哋操練咧就係每一日咧減少咧去進行一啲娛樂嘅活動。而嘉莉姨姨咧都會參與呢個操練，不過我咧並不是咧去減少娛樂活動。我啱啱同人哋相反，我要咧減少咧我嘅工作嘅時間，因為咧我每一日咧翻去工作時間太多啦，所以咧我希望咧我每一日食完飯之後咧都能夠咧增加翻多啲咧我休息同埋娛樂嘅時間。你哋估下我減少啲乜嘢嘅工作咧？我哋一齊入去睇下。食飯之後唔改步咧，就係我嘅操練啦。因為咧，我每一日咧食完飯之後咧，我都會攞啲簿出嚟改，變咗咧我就唔夠時間陪我屋企人傾偈啦，我又冇時間做運動啦，我又冇時間咧去睇我自己中意嘅電視劇。所以咧，如果我唔改步咧，我就可以做晒呢啲咁多嘅嘢啦。我估計咧，面對嘅挑戰咧就係我會驚第二日咧改唔切啲簿，派唔到俾學生做功課，所以咧我又會忍唔住攞翻啲簿出嚟改。其實呢個咧，我覺得係我對上帝咧缺乏信心嘅表現嚟㗎。所以今次嘅操練咧，除咗操練我忍耐同埋節制之外咧，亦都訓練咧我去對上帝嘅信心嘅。好啦，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啦，拜拜。